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3月3日，經文馬太福音19章23至30節。耶穌講：駱駝穿過針嘅眼，比財主進上帝嘅國仲容易。門徒就問：呢樣誰能得救呢？耶穌講：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撇下一切跟從耶穌嘅門徒，日後要與耶穌一同坐在寶座上施行審判，並承受永生。今日我哋基督徒要撇下一切跟從耶穌，並且要喺耶穌嘅教導同埋聖靈嘅引導下拾回一切。千萬唔好以為撇下一切就係躺平，一切都與自己無關。反過嚟，唔單止係要拾回，並且要把一切變得更豐盛同埋完美。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，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。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加拉太書2章20節。我來了，是要揚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約翰福音10章10節下。阿們。